來看台南永康有一個有牌靈母，敢若甲這4個月大的查某嬰仔虐待，造成伊腦部灼傷。台南市社會局表示講，若陣法院判這靈母確實有虐待嬰仔，就會甲伊托育人員的資格廢止，而且規世人攏袂當擱再做這托育相關的工作。在去年114年12月，台南永康一個有領合格證照生康的年母，開始居家照顧4個月大的查某紅嬰仔。但是在今年1月，查某紅嬰仔的媽媽要甲查某紅嬰仔接回去的時陣，發現伊肚邊的喙皮和大腿攏有烏青。2月7號發現伊肚邊的下頭嘛烏青。沒想到2月7日，查某紅嬰仔接到年母的電話，到場看到家己的囡仔已經規個軟去目睭掉掉，較緊送去成大病院急救。病院診斷傷勢真嚴重，捌佇個無共時間受到真濟擺外力的傷害。研判受到兒少虐待，通報疑似重大兒少保護案件。在接獲通報後的第一時間，即派員陪同家屬進行筆錄，也立即要求康信涉案人員即刻起停止新收托，以確保幼童安全無虞。台南檢方照對未滿7歲的人實施虐待罪嫌提起公訴，若予以判定年母確實有虐待囡仔的行為，台南市社會局會照兒少法第97條的規定，採取犯罪人上重的罰款，嘛會公布名，而且廢止托育人員登記證，因終身袂當擱做托育的服務。因為已經要上班了，沒有辦法，他一定要去找一個可以收他小朋友的保姆去，變成說有一些可能不怎麼可以的保姆，他也只好說啊，就先放他那邊。台南市去年底聯網大區嘛傳出有托育人員摳倒囡仔的事件，少年所的事件，讓有囡仔的民眾是真煩惱。絕對是自己照顧的，真的沒辦法也會找自己的親戚，或者是自己信任的人比較放心的。你像是市政府的還是合格的保姆，那個也是有很多敗類。年母職業工會建議講，上好是熟悉的朋友來介紹年母的人選，還是問托育中心和年母的厝邊，探聽年母平常時的做人，落尾觀察囡仔和年母之間的依附和互動，對真濟面向來判斷，才當找到適合的年母。記者綜合報道。